师傅还看个亡人是梁正景，梁是梁山伯的梁，梁正成，正是正经的正，成是工程的成。到底梁正景还是梁正成啦？哦，对不起，是梁正成。对不起。怎么会梁正景的啦？梁正景是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正就是正心的正。成是工程的成。正成。2019年往生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他应该在天道了，感恩需要小房子吗，师傅？应该再给他49张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可以看多个亡人吗？你现在知道了吗？男人死得多啊，女人死得少啊，现在听懂了吗？听懂，感恩您。